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哦。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哦，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了是今个欢收看4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在这月对着穆斯林的重要性，就参像咱农历过年同款的闹热，所以华裔、南台、昆山等3间学校联合举办的开斋嘉年华，就吸引真侪台南就读的学生参加，借着美食加表演，对来促进文化交流，嘛互因感受伫台南的幸福加温暖。在这月对着穆斯林来讲，是参像咱农历过年同款的闹热。为了互来台南读册1年等外籍学生感受台南人的祝福，由华裔、南台甲昆山3间学校今年再次联合举办开斋嘉年华，几乎乐工局嘛全力收听，会让学生用传统舞蹈、用棍鼓等活动来互相交流。其中有位特嘛参与开斋及福饭的仪式，场面相当热烈。2、1，哇！我们切下祈福饭。2024年开斋节哈，那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很多来自不管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好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能够在这边一起参加开斋节的活动。在台南市是一个非常友善而且非常国际化的城市那我相信在台南市求学或工作的所有的外籍生、外籍的员工，都是非常的幸福与快乐。这个开斋节甲台南亚美食活动，除了互远头路来台南求学的学生用表演甲当地美食暂时疏解思念故乡的心情，嘛希望因将台南当作第2个故乡，安心求学，或者是留落来工作。
劳工局对于境外生呢，我们跟学校有很好的密切的合作。我们同仁呢也常常会到境外生他们居住的地方或者他们生活的地方，到学校跟他们聊天，让他们咨询一些生活上或是就业上的事情。那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在台湾有一个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而且好好的在台湾生活。台南除了环境开斋节提供多元的文化体验，透过结合内政部移民署所进行外籍学生的关怀访视等大型的服务，嘛是首创。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南台科技大学所谓设计学院举办113届联合毕业展览，总共5个科系，展出94件创业作品。学生无论伫多媒体、产品行销的设计、复古的电影，其他是音乐影片的创作，拢展现多元的创意。3、2、1，请点灯！掌声恭喜我们南台科技大学数位设计学院第135期毕业联展正式开幕。南台科技大学所谓设计学系一年一度的联合毕业展登场。包含资讯传播系、视觉传达设计系、创新产品设计系、多媒体甲电脑娱乐学系以及流行音乐系，以 You Are Here 为主题，展示4年来努力的成果。那 You Are Here 呢，是指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会有迷茫的时候，那在这条道路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伫94件参展作品当中，有以地方创新及文化资产保护为主题设计，用复古电影院为意象，展出制作纪录片及新闻专题。另外，还佫呼应这几档的难民议题所研发出的方便式临时救援男性区系统。有无需专业的3D 游戏，透过把敌人的体干值打空，打出华丽的处决攻击，来封锁敌人的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女主角的塑造上面以及设计上面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我们现在整个数位设计学院的这个学生，我们也在鼓励他们是要跨系，甚至要跨出这个院跟其他的这个同学能够组成一些比较跨领域的团队，在这个系统应用服务的创新上面，能够真正做到他们是可以自主的。校长高新文和学生相当大的肯定，在校内展出了后，嘛将前往高雄及台北进行巡回展出，展现南台科技大学学生创新的精神及专业能力。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有57栋历史的台南后壁正中庙，因为庙体并无地基，加上风雨的侵蚀，已经有漏水逼损，结构安全出现问题。对此，管委会拍算要重启，不过却引起地方对着文物保存的顾虑。1967年重建竣工的后壁正中庙，当时庙体并无地基，加上最近地动，唔那壁倒漏水，涂骹还佫逼损。当年风吹日拍，厝顶的木红仔质量嘛落甲规世界。若是有进香团要入庙，就要先过车路，相当危险。落雨天哦，内底拢漏切切啊，所以一定要起身的。人家若咧漏，内底厝咧漏，住咧就不舒服啦。更何况新城因嘛是住咧不舒服啊。厝顶拢有地动，嘛是摇摇摆摆，拢有震动过啊，拢会漏啊。内底个空间个矮。即摆要重建，就是讲去较宽，要去较退后。为着整体安全，庙方建议重建计划，煞引起地方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直接向文资处提报历史文物保存。重建重修，拢是爱听老府元帅的意思，毋是咱人咧做意思，毋是咱想要甲拆要甲起哦。至于文物，这保存这是咱一定会咱做个上好的。会依照文资法的规定，组成小组去做是否列册追踪的一个审查，那决定它是不是有文化资产的一个价值，那会把这样的一个意见提给庙方来做后续维护的参考。不过，规间真中庙嘛会当正做博物馆，内面有济珍贵的彩绘古变等文物，到时技术康文资处来鉴定了后。庙方才会做后一步动作。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
大台南凌霄保定武良宫将伫14号举办文昌帝君祈福法会，庙方表示，若要参加各种的考试、专业的证照，或者是升官升迁，甚至是要胜利兴旺，拢会当踊跃参加。凌霄保定武良宫文昌帝君金榜题名功名利禄祈福大法会，将伫咧即礼拜登场。主委王大明表示，祈福仪式特别请来总红汉大道长带领参加祈福法会学生、社会人士过状元桥，启造考运亨通、前途光明。配合这个学生囡仔吼，这个基测会考吼，当然啦，这段时间有哪有这个有关这个大学的，也是这个研究所，拢是爱考着吼。文昌帝君啊，吼，人啊一生当中，这个功名利禄拢如影随形。当然啦，要考证照的啊，啊要晋级的啊，会使讲殊荣工商，拢欢迎来参加。除了文昌帝君祈福大法会，庙方为鼓励金免向下学生，东港嘛有规划聘合占优学生奖助学金发送。遴选由各级学校自行推荐一名优秀的学生，预计总共有300多位学生得奖。台南市3间大学，啊，搁这个高中、国中、国小，拢总30几间学校的应届毕业班，一班选择进来，就是这个猜出啊，吼，学业重要。品德更加重要，就是品学兼优的，所以啊得奖的300几个，300几个。主委王大明表示，文昌帝君金榜题名功名利禄祈福大法会，将伫咧4月14上午9点开箱，早点颁发奖学金，报名费只需要100块。庙方嘛有准备智慧面文昌帝君预售。欢迎大家来过状元桥，开智慧好前途。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查哈姆部落大学新的学期搁要开学啊！关注民族事务委员会特别展示课程当中的传统服装甲工艺特色的作品，那选过今年度的课程招生，要更加侪人有机会亲自认识各族群的内涵，更介意原住民文化。但是查哈姆部落大学开办到今已经迈入第12档，无论是传统服装、美食、族语、文化祭仪、甲手作的编织等等，透过舞蹈的呈现，拢会当明显感受几乎要透过开课，会上每一族传统文化的热情甲使命感，希望互更较侪人来认识。我还是国中老师的时候，我参加过部落大学，我是学员。所以呢，部落大学跟我们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哦。我这边有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总共培育了215位讲师，88位助教，然后我们合作的单位呢，总共有88个单位。所以这10多年来，我们真的是前人的辛苦，我们后人继续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哈。为了肯定这群讲师对部落大学的认同加教学的热情，主委嘛一一颁发评书。尤其今年因应所谓学习，嘛特别开设 AI 课程，将精彩内容制作成线顶的教材，互民众选读。邀请介意原住民文化的市民朋友，拢来报名参加。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艺术家叶千华以家己故乡上只看见的触角鸟作为创作的主角，嘛将触角鸟变成各种网架高水的造型，吸引真侪观众的眼光。目前的画展正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出，欢迎民众前往欣赏。自细汉伫彰化田中大汉，出生伫咧陶艺家庭的叶千华，伊的真侪作品拢是以故乡上常见的麻雀作为创作主角。每一只圆滚滚、佫古锥的麻雀，互人看了真暖心。
我来自彰化的田中，然后就是从小都跟麻雀为伍，然后包括我到英国读书的时候，就是那边的麻雀也很多。我觉得它很像是摄影照片里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刺点，就是它会指就是你在做作品，然后给一个观者，然后留下一个很长久的印象。所以我觉得麻雀就像我生活记忆里面的刺点，就是在我创作的时候，我只要使用这个媒材，然后它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我进行更长远创作的一个媒介。就是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尤其是可能台湾的或是乡下的，或是像我这种乡村来的孩子们，然后看到作品的时候，可以以一个很轻松的状态，然后去看一下我的作品。然后这次的展览名称叫做Judo麻雀，请稍等一下，是因为每个创作者都是一样，就是作品一个小作品或者大作品的形成，它其实花费时间都会比观者想象的多很多，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一点点的时间，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作品。Judo麻雀叶千华个展，总共再来30多件Q 版麻雀刀艺创作，以及一寡版画作品。叶千华希望大家来看Judo麻雀时，会当参照日语Judo麻雀，放慢脚步等一下。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今日伫台北所举办的智慧城市展览，就展出 AI 人工智慧加元宇宙虚拟世界上行的新兴科技。为着毛市长蒋万安的虚拟分身陪大家来说，民众会当问伊问题，对下手，结果人工智慧互分身会当回答甲好势好势。请问你比较帅，还是蒋万安比较帅？有恐吓的味道哦。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场问他的 AI 分身元宇宙市长谁比较帅？这个问题让元宇宙市长当在现场无法回答。3、2、1，请点亮。2024智慧城市展，台北市政府愿景馆在南港展览馆2馆开幕。最吸睛的就是这个蒋万安市长的 AI 分身元宇宙市长。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方面期盼透过与这个虚拟导览员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让参观民众能更深入了解台北市政府在推动智慧城市的努力。其实这算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虚拟导览员的2.0啦，就是去年的北市府愿景馆，其实我们就有做一个导览员，但是当时的导览员是我们捏出来的一个3D 模型。那我们今年会希望说，这个3D 模型是更让来互动的人是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就决定，用现在已经也很成熟的一个技术，然后就把市长做出来。那也主要是会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个互动是更有趣味的。是有特别提供给资讯局跟电脑工会啊，让他们可以自己上传一些知识库跟题库。好，然后这些知识库跟题库呢，会被 AI 综合消化训练之后呢，送到生成式 AI 的大语言模型那边，好，让它回答的时候可以更人性，啊，然后更像真人的回答，好，所以它背后的原理其实就是以生成式 AI 去 power， 然后可以去加上一些我们企业或政府局处想要预先让这个 AI 知道的内容。戴上穿戴式智能装置，蒋万安与元宇宙市长在虚拟世界相见欢。这个 MR 混合实境则提供另一种沉浸式互动导览体验。好，那 MR 就是 Mixed Reality， 它可以把3D 的成像跟影像呢，然后它会有对空间跟物理的理解，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蒋万安市长出现在这样的空间中，啊，那它的概念其实跟现在 Apple 推的那个 Vision Pro 是一样的。在这2年，其实从最早 VR、AR 开始被讨论之后，技术逐步的在成熟。那我们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是成熟到足够有办法让大家来体验这个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很快要变得规模化了。那我们希望借这次的这个展会的这个机会，也让大家看一下说，马上就即将要成熟的这样子一个技术，未来大家的生活会是长成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会想说，也许里面这个世界不要跟真实的世界差这么远，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融合一些真实的场景跟一些虚拟的内容，然后希望在这个虚实整合之间，能够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受。蒋万安也分享创作 AI 分身过程，强调 AI 发展已经超越大家的想象，更是驱动台北未来的关键。因此，台北市政府除了加速建设智慧城市，更计划投入经费培育 AI 相关人才。
像以前我拍摄过是有非常多颗镜头，但这一次他们团队是用手机一机到底拍摄就可以完成，能够把我的分身原型直接呈现。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势必是要跟上 AI 的趋势，所以包括昨天我到中山女高参加 STEAM 新科技办公室的成立，未来也会积极的推动包括 AI 专班计划，以及3年内投入2.5亿的经费来打造以 AI为核心驱动的智慧城市，培养相关的人才。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都会努力，在今天的智慧城市展台北运景馆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核心要 hold 住，吸一口。好，关节回来，关节刚有在练。蒋万也体验了结合 AI 大数据的多功能运动训练器，以及实际了解5G 救护车透过救护视讯联防，如何增进偏乡病患到院前的紧急救护服务处置率。蒋万强调，运用科技就是要打造服务型政府。我们的消防局其实跟很多科技结合，我们透过无线无人机、人工智慧的方式，对于很多救灾设备的投放，深入到即便是讯号微弱或是难以深入的水域或山区，我们都可以运用科技做更好的救灾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水利署，我知道我们透过很多新的人工智慧技术，将即时的水情透过各种社群媒体的方式，即刻的反应，让市民朋友了解并且掌握。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运用科技到各项市政的推动，而更重要，我们强调的是服务型的政府。运用科技最重要的，我们是服务市民，提供最优质优化的服务，让市民朋友使用跟享受。以安全、运动及未来为3大愿景主轴的台北市政府愿景馆，还展出台北库克云 AI 智慧教学辅助平台、台北捷运路网及列车动态显示系统及智慧水表应用服务等，邀请市民朋友即日起到3月22号到南港展览馆2馆、台北市政府愿景馆，感受未来智慧城市的科技与便捷。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小港的大业北路，因为伫临海工业区车流量真大，不但容易塞车，大车的出入更是影响到机车安全。所以市府决议用取消部分汽车停车格，甲缩减停车格位的跨度等方式，希望改善交通的危机。高雄市小港区的大业北路，位在临海工业区的门口枢纽位置。末端还连接中钢台船，车流量十分庞大，尤其是在上下班时间，不但容易塞车，大小车交汇，更是影响骑士安全。高雄市议员郑光丰近来便接获许多民众以及中钢工会的反映，便与市府单位研拟，希望找出解决方案。那在大业北路，因为有停车位，在靠近比较中线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停车位会让很多机车主里面，特别是这些上班的工会人员，所以他们来跟我陈情，在安全上，因为将会排挤到大车出入，特别是大业北路这一段。在会同交通局与新工处研拟后，在不影响当地居民的使用状况下，决议以涂销部分汽车停车格以及缩减停车格宽度等方式，希望能改善交通，解决上下班时间道路拥塞与危险的问题。会在检视路外停车供需的状况。如果说路外停车场附近路外停车场是可以满足的话，那我们原则上，就可能就不会在路边再中新设停车格。交通局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把那个停车位的宽度把它再缩小一点。那前后刃，因为有一些是界面是转角的地方的停车位，也把它先删掉。那碍于说地方民众现况的需求，所以我们在下个阶段里面，我们会把在靠近不是民房的地方，那就把那个停车位全部消掉。初步的交通改善方式已经执行在大业北路的部分路段，后续也将陆续执行。民众日后在行驶该路段时，将大大减低碰撞的危险，也还大众一个上下班安全的时段。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收看4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